亲爱的车主们，7月已经快结束了，您的汽机车燃料使用费缴了吗？彰化地区还有近58万辆的车主尚未缴纳，距离缴纳截止日已经剩下不到1星期，请您记得缴纳。那如果没有收到缴费单，还是缴费单遗失了怎么办？可以利用4大超商多媒体设备，及时查询补单缴纳，或者是使用监理服务网，还有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， 查询缴费方便又快速。欢迎民众多加利用。彰化监理站关心您，也提醒车主，如未住居于户籍所在地，以至于无法收到缴款书者，可以至监理机关申办公路监理业务住居所与就业处所申请书，以及契燃费电子缴款书或申办契燃费委托转账代缴契燃费，也可以透过